第2場賽事啦。咁啊，紅方嘅拳手咧，黃志軒咧就嚟自 Bumper Gin 啊，18歲仔嘅啫喎。咁啊，南方啊鄺棟輝啦，咁啊代表 MTS Muay Thai and Fitness。咁就30歲。好啦，先介紹一下南方嘅選手係鄺棟輝，嚟自 MTS Muay Thai and Fitness。咁啊，首先入場嘅應該係啊鄺棟輝長啲。鄺棟輝啦，係啦，冇錯。好啊！佢喺8月大賽嘅時候咧，以33秒 KO 對手嘅。咁啊，戰績都幾犀利㗎，15場13勝2負，咁啊1次 KO， 咁係一位力量型嘅拳手嚟㗎。咁至於黃志軒咧，18歲仔，咁啊打過17場，咁啊8勝9負。接住落嚟咧，我哋有紅方嘅選手起碼後生啲啦，咁可能呢個速度上面咧可能會佔優啊。佢今年18歲，綽號雷電小子。咁佢都係打咗成年嘅計分賽咧，嗰度咧喺個排名嗰度咧突圍而出㗎，咁所以咧佢都好開心，可以咧有呢個機會咧去爭呢條銀腰帶嘅。潘傑啊！咁啊，講一講呢兩位選手啦。咁啊，鄺棟輝啦，對上一次嘅計分賽啊，係擊倒對手嘅。咁啊，睇得出佢係下過苦功嘅喺力量課嗰方面。咁啊，相反啦，咁啊，黃志軒咧就係比較一個技巧型高少少啦。咁啊，佢主要係中意走位閃避嘅。咁啊，睇下今次嘅對決啦，邊個可以晉級啦嚇？咁啊，第2場咧好快就會開始㗎啦嚇，咁亦都係同之前一樣啦，拳證咧會簡單再講一講個拳例嘅。Round 1第1回合。咁第1回合開始啦嚇。咁啊，紅方係黃志軒啊，藍方嘅咧就係鄺棟輝。好，咁啊，剛剛啊黃志軒啊做咗一個接腿之後咧，跟住啊將啊鄺棟輝咧擊跌咗嘅。咁啊，見到啊鄺棟輝啊，一如佢自己寫嘅簡介一樣啊，力量型啊，咁啊見到佢嘅拳係頭先都幾有力量㗎。咁啊，雙方糾纏之下，好埋咗成個冇動作，分開雙方，比賽繼續。咁啊，鄺棟輝你應該老練啲啦嚇。咁你見到佢咧就係腳之後拳啊，咁頭先呢個摔咧就唔成立㗎。咁啊，頭先嗰個摔頭係冇摔 point 嘅。咪見到啲避啲動作都好靚，咁都係咧呢個泰拳底啊。依下成立咗喎。咁你見到係有一個拋物線啊，亦都過咗膊頭嘅摔技啊，咁成立咗。係啦。咁啲組合咧就鄺棟輝咧好似咧就成熟啲。咁啊，見到啊剛剛咧係出現咗個 shoot point 之後啦，咁啊，我轉裝添喎，不慌不忙啊，咁啊慢慢睇定打。再用個撐腳。好，埋身糾纏。咁頭先話咧高數腳咧就做到㗎嚇。見到啦，咁啊鄺棟輝坐低咗個人之後轉身，嘗試做翻個 shoot，不過冇一個拋物線啊，唔成功。咁亦都係唔成立，不過咧擲一擲咧，咁點都會攞到啲甜頭㗎應該嚇。咁啊移動多啲先得啦，黃志軒嚇，你冇企定咧就麻煩啲，因為對方咧入嚟嗰下咧都幾狠㗎，又有失撞。又再做呢個想啊！呢個轉到啊！呢個破對方嘅摔技嘅動作啊！埋繩糾纏，鄺棟輝嘗試做個鎖，未成立之前咧，咁啊倒地啦，咁啊結果咧要分翻雙方。咁啊起翻身之後，比賽繼續。咁啊呢個回合咧仲有20秒左右啊，咁啊睇下呢20秒會有咩變化啦。
你睇下鄺棟輝嘅掃腳應該都好有力啊！佢就想喺度儲力啊！仲有10秒，咁頭先講係跣腳嘅啫，冇事㗎。冇問題嘅，咁啊比賽繼續。會唔會最後啊？有冇最後一擊？哦，完咗啦，第一回合。結束。第一回合咧應該都差唔多係咪啊？阿總監。但係呢個回合咧，剛剛出現咗一個 shoot point， 咁啊 shoot point 係直接係可以得到1分嘅。明白。係啦，咁啊，所以應該呢個回合咧，其實應該係會有一個勝負分到嘅。咁啊，但係最終啊都係睇翻專業嘅3位邊裁判點樣比分啦。咁如果做呢個鎖技嘅時候咧，係唔可以掂住個繩角或者掂住條繩就係唔成立㗎。咁你捉繩呢啲係一個犯規動作嚟嘅，咁權證見到啦，自不然會分開雙方啦。咁頭先個情況就係鄺棟輝嘗試去鎖住阿黃志軒，咁但係喺個鎖未成立之前咧，佢哋失重心跌倒啊，係啦，咁啊所以咧權證就會示意上方咧起翻身比賽咯。明白。Second 收助手離場 ，Second 收。好啦，第二回合咧即將展開啦嚇。咁啊見到啦，黃志軒其中一位教練就係 Nana， 都係香港啊其中一位咧好出名嘅女拳手嚟㗎嚇。好，一個唔成立嘅術啦。咁啊呢一下啊，咁啊嘗試。咁但係就可以窒住你道氣啦嚇。但係咧冇一個好靚嘅過腰線拍鄺棟輝咧又轉咗裝啊！咁啊再嚟。哇！呢下咧都係啦，冇分，但係咧就起碼攞到啲甜頭，對方就唔敢再入得咁放肆啊！哦，呢下靚啊！呢下咧第一腳同第二腳嘅速度好高啊，所以你連防都冇得防。冇動作，咁啊分開雙方，咁啊見到阿鄺棟輝咧都對於阿黃子軒埋身想做一個摔頭咧有顧忌啊，所以咧佢一埋身咧就即刻將個重心坐低。係，我以為話啲背脊向住人。好，冇動作，分開，比賽繼續。啊！又轉裝，哇！轉裝轉腳好嘢。呢下唔成立啊！咁啊，剛剛頭先嗰下得單腳嘅離地拋物線啊，所以冇一個 shoot point 成立。第二咧，黃子軒個移動好似慢咗啲啊！呢度有啲危險啊！咁啊，對方呢個勢都幾狼啊！通常咧都係直拳啊，跟住咧就加下掃腳。哎呀，冇翻面，中晒。仲有1分鐘啊！咁好啦，其實對大家都好清楚啊！見到啦，鄺棟輝咧每一次俾阿黃子軒埋身有危險咧，佢已經坐低個人㗎啦。哇！呢段咧左右直拳係咁嚟喎，都係唔成立嘅。咁啊，鄺棟輝嘅教練咧叫佢慢啲啊，叫佢。咁啊，雖然啦，咁啊，哎呀，呢下得唔得啊？呢下成功啦，因為咧有雙腳離地啦，仲有個拋物線啊。咁啊，第二個 shoot point 出現咗啦。冇隨手啊！咁啊頭先黃子軒咧有下好危險啊，就背住無端端咧就背住對方啊！嗰個咧就真係應該相信都會俾師傅話佢啦。仲有10秒呢個回合啊！10秒鐘，頂埋佢啦。好啦，第2回合都完咗。今場嘅勝方咧就會同第一場贏咗嘅顏家展咧就爭腰帶㗎嚇。啱啱呢個 round 又覺得點咧？咁啊，黃志軒啊，咁啊連續2個 shoot point 啊已經攞咗，咁啊但係咧就喺嗰個
拳腳擊打方面咧，咁啊大家都係50-50之下，咁啊可能最終分勝負就係呢一個 shoot point 入邊哇啦。，係。咁啊，見到雙方咧，其實都發揮係，譬如喺組合嗰度啊、拳腳啊嗰啲都運用得唔錯啊。係啊。Second 收，助手離場。好啦 Second 收。話咁快咧嚇，第3回合啦。咁頭先阿總監楊總監都講過啦嚇，拳腳嗰度嘅比分咧應該就差唔多嘅啫嚇。好啦，第3回合。Round 3，第3回合。哇！一嚟咧就先嚟搏除啊，雙方。咁啊，拳正分開係冇動作㗎，一下上手。咁啊啲組合咧都發揮唔到啊，拳好埋身啊，係啦，拳應該都知道黃子軒嘅摔技咧有把握啊。咁啊，剛剛嘗試咁啊，鄺棟輝嘅教練咧不斷嗌住佢唔好埋身，啊依下中咗喎，好似。哇！呢段咧唔埋身啦，大家保持個中距離咧，就大家用拳嘅啫。都係以拳法為主，埋到成邊冇動作，分翻開雙方，比賽繼續。一下掃腳，大家還翻你一腳。冇啦冇啦，呢度完全唔成立。咁啊，鄺棟輝咧，教練嗌佢唔好埋啊！一下撐腳，再嚟一下，唔成功。喂，打咗後腦啊！呢度啊，頭先有一下咧，喂，中咗直拳，呢度要定啲。我仲有分零鐘。咁啊，移動啊慢晒啦，黃子軒啊，咁可能頭先嗰下咧都幾硬啊，撐腳又係一下直拳，咁啊下勾啊勾手中晒，啪啪聲啊，唔好隨手，一下下手，咁啊係咁撐住佢先啊，喐要喐，唔好企喺度。哎呀！依下咧就唔中啊，唔成立㗎。不過其實個頭咧都咁樣硬落都幾硬。係咁頂住佢，保持個距離。咁而家咧見到咧就有少少捱嘅 feel 㗎啦，黃子軒啊！再一下麻身，仲有40幾秒啫。冇啦，呢度已經差唔多，黃子軒啊，要睇你捱埋到尾啦。因為咧移動基本上都零咗㗎啦，咁啊有啲亂咧就好嘗試做一個鎖，好冇動啊冇成立啊，唔成立嘅，咁啊拳正分翻開，咁啊比賽繼續。哦，依下應晒。做拳嘅攻擊。但係咧嚇，即係唔知我有冇睇錯啦，有2下咧，鄺棟輝咧就打咗後腦㗎嚇。好啊，呢度啦冇啦，呢度要冇啦，你佔咗成邊啊，咁啊分翻開，仲有10秒。10秒鐘。有冇捱埋得埋佢啦？黃子軒協咗啦，呢度啊，中咗幾下之後，哦。End of round 3，第3回合結束。阿總監會唔會有機會出現第一次 extra round 咧？暫時睇落啊，都可能有機會㗎。咁啊，始終兩個 shoot point，但係中係佢都中咗好多嘢。係啊，個拳腳咧去到尾段咧係有少少跌咗鑊啊。係。咁啊，睇睇個3位啊嘅拳證嘅評分啦。黃子軒咧頭2彎咧都好靈活嘅，咁但係第3彎之後咧，應該就中咗有一下中掃腳之後咧，就可能窒一窒道氣啊！因為嗰下咧唔係淨係一下腳啊，仲要中咗下2下頭之後咧，就個人咧好似呆地。咁而家睇睇咧3個裁判嘅評分啦。咁啊，比賽結果喺我手上啦。1號裁判紅方29，藍方28；2號裁判紅方29，藍方28。3號裁判紅方29，藍方28，咁啊晉級嘅係黃志軒，恭喜晒黃志軒。哦，咁啊咧嗰2下個 shoot point 咧都幾關鍵啊嚇。雲咧就同呢個
Angela 咧都係老對手嚟㗎，到之前咧對過最少2次㗎啦，已經。但係專業賽咧都係第1次嘅啫嚇。咁啊出嚟嘅排場就傳統啲啦，咁但係都幾有氣勢嘅。咁啊，呢啲係佢哋每個選手嘅個人特色啦。咁啊，你都會見到每一個選手佢嘅包括佢嘅選取嘅音樂啦，都可能好代表到佢哋自己嘅個性。嘅選手係黃婉文長和 Wolf， 今年咧26歲，嚟自中國香港 MTS Muay Thai and Fitness， 戰績咧係13戰11勝2負2 KO 啊！曾經咧擊敗過 Angela 嘅黃婉文啊！經歷過咧1年嘅計分賽磨練之後咧，今次咧得到更加多嘅經驗啊！大家要記得期待啊！咁啊，女子60kg 超級賽回合限時3分鐘，比賽3個回合。女子嘅60公斤級啊，係超級賽。好啦，好快開始㗎啦，咁都係咧打3個回合啊，3分鐘1個回合，無限 extra round。好啦，咁開始啦。咁先嚟咧，黃婉文咧一下咧低掃腳啊，再嚟下高掃腳。哦，依下拋除靚喎。咁啊，雖然咧就係啱啱開始啊，咁但係可能雙方都對戰過啦，咁一嚟咧就嚟咁滯㗎咯噃嚇。好埋身，咁啊糾纏之下啦，雙方倒地。咁呢下咧就攬埋冇動作啦，咁啊當然係拳證咧就會嗌停㗎啦。咁就係撐腳，再一下掃腳。咁啊，暫時見到啊黃婉文咧，應該黃婉文咧就知道 Angela 咧可能嘅拳有啲力，有啲力量啊！你見到嘅咧，黃婉文咧都用好多即係腿功咧，就去保持個距離，唔俾你埋嚟嘅。咁但係咧 ，Angela 都要諗啲辦法喎，你冇理由就咁捱喎。開路之後啊，好多時都係跟個左腰踢啊。就係咧手高啊要啊 ，Angela 咧隻手好似低啲啦嚇。咁啊 ，Angela 都有啲秘技啊，黃婉文嘅左掃踢啊，所以咧隻手都擺得好高啊。好埋到身，糾纏頂膝，好黐咗埋繩，冇動作。見到黃婉文咧想用拉頂嘅時候咧，你亦都見到 Angela 咧好快咧就用身咧擋啊，咁但係有啲組合咧打得唔錯喎。點解有擰轉面咧？突然之間有一下咁啊協咗啊！埋到成個，好咁啊冇動作啦，咁啊分翻開先。咁啊打咗個氣門啊，窒一窒啦嚇 ，Angela 講緊。咁啊應該頭先咧阿黃婉文個左腳咧應該中咗 Angela， 咁啊令到 Angela 咧有啲窒一窒啊。咁啊一個左裝一個右裝啦嚇，咁其實就如果個防守做得唔徹底咧，其實就幾危險啊！講緊係對 Angela 嚟講啊，又用個背脊對人啦，死火！好咁啊，黃婉文黃婉文咧而家就用拳先啊，但係其實隻左腳咧都未用啊。咁可能揾到一次餐市咧就出左腳拉頂。埋到繩，又一下拋除啊！嗱，呢啲頂咧就成日擋到嘅 Angela。好，咁啊冇動作，分開。最後10秒鐘。仲有10秒鐘啫。Angela 嘅經驗可能係淺啲啦嚇，其實你冇力咧，仲留喺個成角度啊。
中咗一下個掃腳之後咧 ，Angela 咧窒一窒，咁動作啊停晒啊，同埋咧都係嗰啲大忌啦嚇，背向咗對手，咁亦都對方當然唔會同你客氣啦嚇。咁但係咧，黃婉雲咧其實咧見到佢擺個裝咧，都係打咗拳為主先啊，咁但係隻左腳咧成日都喺度揾緊餐屎。咁啊，見到呢個回合啊，黃婉雲個左腳啊嘅威力都係有一定嘅力量喺度嘅。咁啊，令到阿 Angela 咧中咗，應該頭先係中咗一下好重嘅左腳嘅。咁啊，中咗嗰下之後咧，咁啊見到 Angela 之後，成個人都咗啦嚇，係啦，有啲立咗啦。同埋阿黃婉雲一擺個裝，其實 Angela 都要預備定。咁但係黃婉雲唔出腳都好啦，咁可以專心咧就咁齋用拳咧都去攞分嘅。第二回合開始啦！哇，左腳連續2下。咁啊，試探啦，用右腳啦，左腳一個踏步咧上去就上㗎啦隻腳啊！咁但係你出完拳之後咧，隻手啊垂低，跟住頭咧就烏低，放開個心情啦，咁啊多咗啲拳嘅擊打啊！嗱，呢幾下咧左腳中晒㗎，黃婉雲啊，啪啪聲咧手臂紅晒㗎啦，已經都呢下入晒。再嚟一下，咪啦，隨手冇翻面。讀秒。好，咁啊，紅方選手請埋8哥，咁啊，拳正向 Angela 咧進行一個讀秒。哦，教練咧想掉毛巾啊！等陣。OK。好啦，教練咧就棄權啦。好，咁啊呢一場比賽咧，咁喺第2回合啊出現咗一個 TKO。咁喺第2回合咧就 TKO 咗對手啦，咁就係咧就教練咧就選擇咧就係棄權啊。1分0秒。咁啊呢場賽事啦，咁啊結果係由黃婉雲喺第2回合以 TKO 勝出嘅，恭喜晒黃婉雲。係咪呢個 reset？ 係啊。時間係幾多？1分0，第2回合1分0。獎杯第一隻。62.5 kg 銀腰帶決賽，回合時限3分鐘，比賽咧係3個回合，無限 extra round 嘅。咁陳啦，應該係70公斤級嘅決賽嚟㗎嚇。咁都係咧打3個回合啦，如果分唔到勝負咧就無限 extra round 嘅。好啦，好快開始啦！吳文謙個樣都好小朋友啊個樣啊，咪只不過咧係16歲啫。好啦，開始啦！大家咧用啲掃腳啦嚇，大家高掃腳咧，咁啊試探嘅啫。頭先話有少少跣腳啦嚇。令到啊姚海天嘅失重心跣低咗啊！咁啊起翻身之後，比賽繼續。哇係！咁啊吳文謙係咪參考咗頭先？好，埋身箍頸。頭先啊黃志軒嘅打法啦嚇，咁一開段咧估唔到咧咁快啊！咁特別咧，大家睇下啦，兩邊拳手嘅掃腳咧，其實都好有威力㗎。大家睇下啦，兩邊嘅肋骨啦嚇，都現晒紅痕㗎啦嚇。咁啊，剛剛同時間一齊起腳之際啦，咁啊誤中咗下音啊，咁啊中咗啊，中咗個罩門。吳文謙嘅要跳一跳啊！你跳一跳先可以蹬翻鬆佢啊！
警告佢咗先，係啦，同佢講要踢翻高啲先，係啦，俾佢休息下先。係啦，你再犯就要俾牌咯。咁啊，權證咧就埋去咧都警告翻啊，即係提一提啊，姚海天啊要踢高啲啊，唔好再嚟啊。bingo。好啦，冇事啦，問一問佢先啊，咁啊繼續啦。好，咁啊休息過後啦，咁比賽繼續。咁啊。咁啊一個高咁啊，踢之後咧，吳文謙嘅腳嘅威力都幾高㗎。咁啊見到啊，喂，一下咧拉頂，哇！依下拉頂，第二下靚啲喎，好似啊。咁啊，亦都咧好識得你橫移啦、拉你啦，去破你嘅頂膝㗎。咁啊，起翻身之後，比賽繼續。咁啊，估唔到咧，吳文謙啊都係依下咧做到，但係唔成立㗎嚇。又係拳掃，依下撐腳撐得非常之好。冇計啊！咁因為咧就唔過佢嘅膊頭啊！哇，好似練拳咁啊！大家啦都有發聲去呼吸。一下撐腳，再一下掃腳，再加一下掃腳，跟住再出拳。埋到成個。咁啊，大家咧就喺度，大家拉頂，咁但係冇啦。咗幾下膝，咁啊見雙方啲膝冇乜威脅啦，咁啊分開。大家留意下啦嚇，就睇下姚海天啊依下好硬啊，雙方都咁啊，依下咧姚海天有少少 wing 啊。一下避咗。咁啊呢個回合就咁頭先咧吳文謙啊幾下掃腳咧，的而且確咧就對姚海天咧有少少傷害，破壞到佢啦。依下成立啦，應該，因為咧雙腳啦、拋物線啦，同埋過咗膊頭跌落嚟㗎嚇。仲10秒啫。好，埋身箍頸。大家鬥呢度真係鬥頂啦。好，第一回合咧就完咗啦。咁啊，大家嘅拳腳命中率都高啦，因為有一段都係搏錘啦。咁但係咧就出現咗一個 super corner，咁就係由姚海天咧就奪得嘅。咁啊，兩邊嘅拳手都冇着上衫啦嚇，咁大家咧可以都留意下啲近鏡咧，睇下啲血痕啊嚇，咁啊即係可以想像到啦，佢哋嗰啲掃腳嗰個威力啊嚇。冇錯啊！你見到佢哋啲其實拳腳威力都好猛嘅。你而家見到嗰啲腰部位置咧都開始有啲紅痕出嚟啦。咁啊，呢啲通常都係一啲受到腳踢嘅情況之下先會出現㗎。咁啊，亦都聽到教練啊指示啦，見到佢邊度傷就打嗰度啦嚇，揾位，咁呢個都係即係比賽嘅一啲技巧嚟㗎啦嚇。咁啊，好快咧到第二回合㗎啦。我第二回合開始啊！咁呢場咧就係呢個70公斤級銀腰帶嘅決賽嚟㗎。一下掃腳。一下撐腳啦，一下好硬啊，一下衝前啦，就做咗個。好啦，你一亂咗咧，就嚟加啦，組合又中。咁啊出示咗黃牌啊，因為咧就已經係第二次啦嚇。有任何嘅犯規嘅話咧，咁啊要小心啦，可能有機會紅牌啊。咁啊結果一樣啦，今日會俾翻一個休息時間啦，吳文謙嘅。咁或者係總監講下紅黃牌嘅情況係點樣出現，同埋有咩後果咧？咁啊頭先喺對戰嘅過程入邊啦，咁喺埋身鬥前，咁佢姚海天個頂膝咧就
撞中咗吳文謙個下陰啊。咁啊呢啲情況咧，咁啊權證都覺得你喺糾纏期間都可能無可避免啦。咁啊有時係誤中咗副車咧叫做。咁啊所以咧咁，但係因為呢次係已經係第二次嘅出現啦。咁啊頭先第一次就掃踢，咁啊嗰個掃踢咧就係大家同時間起腳，咁就誤中咗啦。咁呢次就係埋身糾纏之下出現嘅。咁啊權證可能覺得嗰個嚴重性都係情有可原啦叫做。咁啊所以今次咧就罰黃牌咯。咁啊黃牌就唔會構成一個扣分嘅。咁啊但係就阿姚海天啊，可能需要小心啦。好，我哋一陣再講啊。唔成立啊！哦，呢個縮頭咧係冇分嘅，攞唔到 shoot point。廿撐腳。姚海天咧就似乎咧想藉住啊頭先嘅一段之後咧就主宰翻個賽事啊。咁日扎落去咧，其實我覺得姚海天可能傷啲添，呢隻手咧扎咗，中啊！咁啊又一次啦。咁啊呢下吳文謙啊，啱啱頭先。因為吳文謙咧就主力咧想去衝啊。勢咧就一個背頭啊，咁啊令到阿吳文謙咧就做咗一個拋物線倒地嘅動作啊，所以攞到另一個 shoot point。咁但係而家即係由於咧有2次嘅 shoot point 啊，姚海天咁吳文謙要贏咧就唯一可能最直接嘅方法咧就 lock 對方啦。好咁啊呢一下咧就阿吳文謙啊跣腳啊，咁啊起翻身，比賽繼續。又一下撐腳。似乎咧經驗方面咧就姚海天咧就佔優啲啊！第二下捉腳之後再掃啊！咁啊啱啱嗰下掃腿摔啦，咁啊有啲捱啦，吳文謙咧都應該都爆咗計啦，仲有20幾秒啊！依下咧就唔計㗎，一隻腳。呢個回合咧仲有15秒左右啊！一下撐腳，冇啦。呢個咧吳文謙咧就應該依下都唔計㗎，一隻腳咧就掂地嘅。一下撐腳，再一下，再一下。第2回合結束。咁尾段咧冇啦，吳文謙咧即係一來可能咧都中過2次要害啦，咁同埋一輪嘅。大家搏拳搏腳嗰陣時咧，佢都中咗幾下，咁加上咧又俾人 shoot 過啦嚇，咁所以咧即係都斷咗個鋭氣啦嚇。咁啊，同埋你見到阿姚海天咧攞咗2個 shoot point 之後咧，成個氣場咧都唔同咗啊！咁啊，突然間好似放開咗咁樣啊！所有嘢咧好似阿拓海話齋啊，哇！所有嘢都睇到好慢咁樣啊，每一下都睇得好準啊，捉腳嗰下。咁啊，所以連續3次都俾佢捉到腳之後，做咗一啲掃腿摔咁樣嘅動作咯。因為吳文謙咧之前咧即係體力充沛嘅時候咧嘅掃腳嘅威力就好好啊，好夠咁，但係跟住可能體能有啲跌啦，幾次都俾阿姚海天咧就捉到腳，咁啊再加埋個掃腳啊。冇錯，咁啊睇下第3回合啦，咁啊吳文謙睇下有冇另一個嘅對策啦。Second show， 助手離場 ，Second show。好啦，第3回合。Round 3，第3回合。姚海天咧睇住嚟打啦嚇，即係咧啲動作慢咗啦，見到你吳文謙啊。咁啊嘗試做個頸鎖，咁啊雙方糾纏，咁啊。咁啊搏一搏啦嚇，即係如果你鎖到佢啊，咁就可能分到勝負啊。咁你而家就反而姚海天又唔敢咁埋咯喎，知你會咁樣啊。好，用翻撐腳。又一下咁啊。咁啊見到吳文謙咧開始定翻落嚟之後咧，咁啊有幾個拳腳嘅組合。
呢個咧就唔成立啦，當然咁啊，啊文。謙啊就開始知道啦。當阿姚海天想埋身咧，就想做一啲摔嗰陣咧，佢就將個人坐低啊。咁啊，佢靠呢個方法咧去破解佢個背摔。第3次中咗個要害啊！好，咁啊，比賽繼續。咁啊，見到吳文謙啊，兩下低數之後轉一下高踢。定一定神先啊，吳文謙啊！個神之後咧，咁啊，繼續再嚟多啦。多翻啲攻勢啦，咁啊，吳文謙。咁大家鬥拍膝拉頂。係啦。好，咁啊，嘗試做個頸鎖啊，咁啊，但係俾阿姚海天就好醒啊，真係啊，知道你想點啊！再嚟一下撐腳，再搏埋身，再搏埋身就鎖佢。好，咁啊，埋到繩。哇！好彩啫，呢下褪得快啊，唔係咧就入晒㗎啦又。仲有30幾秒。仲有30零秒啫，呢個回合。咁啊，姚海天啊一樣啊，咁啊將啊吳文謙咧 keep 跌咗。好，咁啊，吳文謙嘗試做個鎖，跟住推翻開。仲有10幾秒啫嚇。好，埋身箍頸。冇啦，呢段咧都應該。出翻嚟。最後10秒，呢下咧就唔計㗎嚇，都係單腳咧掂住地，仲有幾秒鐘啫。哦，打完啦。第3回合結束。咁啊，應該咧都姚海天咧可以贏㗎啦，應該啊，即係冇錯啊，咁啊個勝負都好明顯嘅，咁啊因為有2個 shoot point 啦，咁同埋去到後段見到啊吳文謙嗰個體力都下降咗啊，冇乜攻勢啦已經。不過咧就姚海天咧嗰啲踢腳嗰啲係要規矩啲啊。咁睇下咧，權證咧裁判咧點樣比分啦？好，咁啊比賽結果已經喺我手上啦，現在宣布比賽結果：1號裁判紅方30，藍方27；2號裁判紅方30，藍方27；3號裁判紅方30，藍方27。咁啊勝出嘅係姚海天，恭喜晒姚海天！